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请咱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全天大主宰，咱的唱歌在下河路上做出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高攀。我乐兄弟，敬尊机关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仙拢敬拜，免流汗本尊严，红天地不作见。千千万万天君，为你我能敬主，主下感谢，永远上帝团舞。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声言，是我乐兄弟主兵。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我乐三位心，都一大主宰。请咱犹原徛伫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第22篇1039页，启应文22篇1039页，请我来去恁来印。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着的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愿学到你，主啊，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啊，你是伟大的上帝，你嘛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
主啊，阮要感谢你，主啊，因为虽然你遮尔伟大，但是你来养饲阮，你是阮的上帝，恁是阮是你草场的羊，你要来养饲阮，阮要来向你献上阮的认罪。主啊，是阮有意甲无意的时，主啊，阮犯罪来得失你，主啊，求你用你的保血来洁净、来压砍伫阮的中间。主，阮要向你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的主日，主啊，阮求你将迄个宣道的神会当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伫阮的日常生活的当中，不论是口传还是手所做。会当来宣扬主你的福音，拄啊，伫即个时代，主啊，充满侪战争甲灾难，甲阮看到足侪地动，暂时阮知上帝你掌权，阮互心内有平安。伫经过阮台湾的选举来了后，阮嘛要常常为着阮所徛起的即个城市、即个国家来祈祷，求你祝福阮所徛起的即个国家，互你的新的。总统会当行伫主你的道路的当中，想随智慧聪明，主啊会当带领阮，会当行往上帝你所阮行的道路。伫新的年的当中，嘛恳求上帝，你赐予阮新的方向，互阮知，主啊你今年互阮要做的事，互阮会当时时会当来困调你，恳求上帝你的神会当充满伫阮的当中，互上帝你的话会当伫今年搁较侪来切掉伫阮的心内。阮向你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国内外宣道的主日，敬请兄姐为着传道的事工奉献，并且代祷。第二点，本主日台东的布农部落有到本会来义卖因的农产品。欢迎兄姐到1楼的广场遐来购买。第三点，小会公告：本会伫本主日上午9点10分，甲中昼的11点20，伫教会办公室要来举行2023年度的财务检查。检察员是谢水仙甲林永仁，敬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送检。本会定伫2月25礼拜上午9点，要举行2024年的定期好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的报告，爱伫后主日1月28进前送到办公室，以利编印好会手册。第三点，本会定伫2月25日下晡5点半，要举行侍奉者免礼参会，地点伫林皇宫的餐厅。敬请各单位负责人伫后主日1月28进前往办公室来报名，以利参会倒数的备办。第四大点，本会定伫后礼拜的主日1月28暗时7点半，举办儿童牧区的有欠某新年的在艺成果的发表会，地点是主堂，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加油甲观赏。第五点，有报名本会举办的读经的运动，就是一年爱读规本的圣经的兄弟姊妹，请伫1月31拜三进前，甲完成的读经的进度甲进度本来交往伫办公室。第六点，本会定伫3月2号拜六上午9点甲下晡4点举行圣经游总讲座聚约，邀请国际读经会来带领分享。课程的内容有摩西五经的游总、甲约书亚记、甲撒母耳记、王国的游总、甲比利亚归回游总、诗歌智慧册谣的说明、先知册谣的词说明。地点伫副堂，费用是600块。欢迎兄弟姊妹踊跃伫2月18号礼拜进前往办公室报名参加，请小组长来协助组员会当来报名。具体消息方面，咱交通管理组有咧找同工，是每主日早起来奉师。若有兴趣的兄弟，请往李明全职事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点，若有骑奥多摆到教会聚会兄弟姊妹停车的时阵，莫入中条，以免即个地板的受伤，甲锁即个龙头。
安尼会当离东港会当安排车位。聚会结束了后，骑机车拿出教会车正平来方向来转安尼较安全莫直行因为直行的车比较是较济来第二点欢喜的消息，本会王一鸣兄弟甲陈品璇姊妹要伫1月27号拜六下晡2点，伫教会主堂来举办结婚的典礼。欢迎兄弟姊妹观礼，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建立幸福的家庭。第3点，哀伤的消息，本会贾振宏兄弟的爸爸甲永科兄弟安孝主怀享捐会寿94岁，定伫1月27拜六上午8点，伫第2殡仪馆的桥头分馆思亲厅举办公祭。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第4点，赞美操的消息，1月24号拜三下晡2点半到4点，举办手机的课程的活动，内容是一个文校的即个图片的制作甲短影片的即个教学若有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杨丽萍团长来报名。第5点，合作社的消息。伊有办理即个助学的即个贷款，伊利率是年息0%那即日起到协会每学期的助学贷款的额度若额满，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若有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贷款的，请合作社来办理。今年的社员大会要定伫1月28。日礼拜下晡2点半伫主堂来召开，为1点20甲2点50至到副堂来报道。若超过时间，就无要发摸彩券，请社员爱带你的仆仔甲囡仔到副堂遐报道，领取摸彩券甲纪念品的礼券。会后要分即个券来领取股息。那签名甲领股息袂当代签名一定爱本人来签那参会。今年有参会即个合作社伫即个开会了后有参会，伫教会广场社员报名本人若有够，会当摕现金100块，若毋是社员要参加的，爱补缴参会500块。同工请所有的汽机车拢爱停伫右昌国小的停车场。以上报告教界消息，咱请吴牧师。平安。咱高雄中的教育部搁举办咱的抄圣经的运动毋望咱去年咱教会得奖的人不止遐济感谢主。咱继续今年要抄录甲福音咱有意向搁继续参与着抄圣经的活动咱三甲来参与。第32届亚细亚访问韩国的圣会伫7月22到29。就是拜一到隔礼拜拜一主题是灵性甲复兴费用是38000块咱要参加的，请咱伫3月24进前办公室交你的护照影印本，并且交你定金8000块以上。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伫哥林多后书3章10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的3章10节到18节。好，请恁来听，我来读。因为前所受阳光的，为着迄个较大的阳光就无阳光；因为衰退的若有阳光，就迄个久长之地搁较有阳光。第12节。阮既然有即号的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得通注目看到迄个地衰退的结局。若是因的心变做硬，到伫今仔日因读旧约的时，迄个被幽原之地无现开，迄个被对基督就废去。若是到今仔日，无论啥物时，因读摩西的册，被咬固打因的心；独独不论啥物时，因归主，
被就拄去。担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正人的面无被大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咱赞美，请妇女献歌队。即时讲到，咱要请洪牧师，伊今仔日的题目是脱离压制，走往自由。另外，这大平安，后日就是123自由节。自由是每一个人想愿望的方向，无一个人愿意讲互束缚无自由。既然每一个人拢愿自由，总是有一寡人伊是无自由的。比如讲，伫监狱内底，伊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了，伊监狱中间受到监狱的这管理员来约束，当时放风出来行行的，当时爱入去工厂做工课，当时爱做啥物工课，拢时间拢定好好。因不但时间定好好，因无自由力，因袂当亲像咱要去佗就去佗。所以，咱知影，伊监狱中间嘛有这个无自由，总是除了监狱以外，咱有时阵咱人伫自由的所在，咱嘛无拄拄是自由的。比如讲，你伫一个团体的中间，你要受到这个团体的规矩来束缚，毋是讲你想要安怎样就怎样。有一个约束，有一个规矩。当然，伫信仰中间，咱拢知影，伫主的内面，咱对主的信仰中间，咱得到头发，咱无受灵性这个诚信的压制，直到咱心内受捆绑。有人互鬼附身的时阵，迄是真痛苦，因为伊毋是自由，伊的行动、伊的意志拢受捆绑。我读专科的时阵，我一个同学互鬼附身，鬼眼带去北港的妈祖庙，伊是对屏东坐火车要到民雄读册，结果半中途照你讲爱落车，总是无落车，毋知是安怎，伊家己嘛毋知，安尼戆仔互鬼来带去北港妈祖庙，行到门埕门口口时阵。伊安尼向扯起来讲，我来遮，可见诚神咧控制伊的灵，控制伊的意志，控制伊的行动。所以咱就知影，伊诚神中间会控制，
互伊行动无自由，互伊灵性嘛无自由。前礼拜牧师去探访桂南伯兄弟古老师，伊喺探访的中间我问桂南伯老师讲你安怎样信主的？伊讲因爸爸对因爸爸时阵信主。我讲好伊讲因住伫北门遐因为因爸爸生囝生若查甫婴仔拢巧伊凡若生查甫拢巧伊生查某就拢活落来伊因爸爸就去问迄个童机讲要安怎互我生的查某婴拢会活落来？迄童机甲讲你查甫的爱更健康查甫更健康怎啊？假做是查某甲骗嘛，甲骗，互伊掠做生是查某，安尼伊就活。总是贵人朴老师伊讲尾后有一个牧师去因的庄社伊遐传福音，迄庄社足细，迄庄社足有名，就是种西瓜，大条的西瓜。为因爸爸听这牧师传的福音决定要信主。为信主了，感谢主，上帝恩典保守。对信主了伊的爸爸所生的查甫婴，就拢活落来。另外伊这信仰中间咧甲咱讲啥？当诚心压制咱的时阵，咱有活伫惊吓的中间。所以伊爸爸信主了真热心，就因爸爸当时做乡民代表，就招一寡人买一块地，伊遐起造教会。迄个教会就是顶洲教会。这教会伫客家镇，一个足庄脚的所在。所以我咧探访的时阵，郭老师讲，阮迄故乡是庄脚的庄脚啦，庄脚的庄脚啦。我会当想象，伊遐是真庄脚的庄脚。为什么我会安知？因为我虽然伊最后一冬教会实习时阵，我派去遐牧会实习，但是遐无牧师嘛，做细经，就遐负责拜六的家庭礼拜礼拜主日讲道。迄当时迄冬嘛是我甲何牧师结婚的第一冬所以对迄足小的庄社起造一间教会，迄教会对即个形状，对因爸爸当时起的，到现在是拢无改过，拢无改过。所以咱知影，当伊爸爸信主了，对基督信仰中间得到福音了，伊的家庭开始有平安，开始得到头棒，伊的心内无阁有惊吓，反倒当是自由。所以对安尼，咱知影灵性的信仰中间，但咱的灵性无自由，就是互邪神来束缚咱，互咱产生惊吓，产生无平安。所以咱就会出现负面的思想。当咱信主了、洗礼了，咱会当学习慢慢来看圣经，通过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互咱了解顺探。毋来叫行出来，互咱活在上帝的真理内面。所以，另外咱知影，当无顺服上帝的真理的时，迄是会互邪神，会互咱的旧的生命压制咱，互咱无自由所以，咱看圣经内底，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节，保罗先生伊讲的推荐，我有用迄个地图，迄哥林多的教会所在。所以，圣经内底讲，阮敢是即碟，则搁家己举荐吗？是阮亲像别人欠用人的赠批，互恁，也是欠用恁的赠批互别人所以，咱看圣经中间，咱看到哥林多教会迄攻击当时的使徒保罗，讲你保罗是你家己推荐你家己，你家己讲你教
你家己讲你是使徒啊，哥林多教会当时信徒对保罗即个使徒的身份产生质疑，但保罗伊定睛，毋是伊用别人的证批来推荐伊家己，嘛毋是伊家己推荐伊家己。为什么因会对保罗有即种质疑呢？因为当时哥林多的信徒若要去服侍呢，伊是安那？伊是摕即间教会服侍，即间教会了，要求即间教会讲，我甲你服侍后，你要为我写推荐的批哦。我摕着这推荐的批去后前教会服侍，服侍了，佮要求后前教会佮写推荐批来推荐伊。所以，但是有即种文化，所以因在咧质疑保罗使徒的这个身份，是你保罗家己推荐家己。所以保罗先生伊家己讲，毋是我家己推荐家己，嘛毋是我摕别人的证批来推荐我，嘛毋是我家己封做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先生讲，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人是一间一间的推荐的批，安尼摕一几塔，然后去后一间教会服侍。总是保罗讲，摕这个批有啥物路用？难道伊亲像这个哥林多的人同款，拢摕一堆推荐的别人的写推荐的批来到哥林多嘛？所以了解咱看到，保罗先生伊反倒问迄个哥林多教会，难道我甲这人同款吗？保罗颠倒甲因讲甲这哥林多教会讲，恁就是阮的批写伫阮的心内，互众人所读的。所以这经文中间咧表达啥物？使徒保罗要表达讲，伊甲这个哥林多的信徒无共款的所在是啥物？伊毋是用笔用纸所写出来推荐的批来互别人看，伊是啥物款的人。所以咱知影，保罗先生伊要安怎认定伊真正是一个使徒？伊讲。伊就甲哥林多教会讲，恁就是恁就是我所推荐的批啦。恁的好，别人知影，自然就肯定我，毋免我用人的毛笔用人的批信来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使徒的身份，证明我的能力。所以了解咱看到，别人安怎看伊的事奉，咱认定伊是一个真的使者，无要紧，较要紧是。当外人看保罗的服侍，这正教会的时阵，这正教会通过保罗的教导了，这教会兄弟姊妹性命改变了，这人的改变，成做保罗上好推荐的批。了解有影？保罗先生伊是无需要人所写啥物来推荐伊，因为人的生命见证是上好的见证。阿门。所以。当咱的信主了，人讲进教会有一件历史用的道路无？毋免讲详细，看这个教会的信徒忠实的素质，伊的行达，伊的斗阵，伊的服侍的程度，就会当知影，这个教会的正信徒有降服伫真理中间无？有听从牧者的教导无？所以了解，保罗先生伊讲写伫阮的心。别人是对批信中间来看到，看啥？看这人写推荐的批是怎样？什么写伊偌好拄偌好？还是讲看这人外貌？还是看这人的职务？还是看这人的事奉？但保罗讲，别人是用外在咧看这个条件，总是咧，就是保罗讲，整个教会的性命。是一个真要紧的见证，因为这是对心来写，这才是保罗用无啥的推荐的批来推荐伊家己。所以了解，全教会的兄弟伫信仰中间有幸福无？有热心无？有敬虔无？拢显露伊是毋是行伫真理的道路？拢显露。
这个教会信徒有愿意受家己牧者的教导无？啊，是讲牧师讲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吼，安尼，就是无法度活出迄个真理的见证。所以，了这咱知影，见证生命的改变，是咱上帝看作要紧的，嘛是牧师看作要紧的。所以，生命有改变无？是你的信仰真要紧的一个见证者。有一个牧师曾经捌带一个兄弟，这兄弟靠一个所在打开店，人讲路头青青，毋捌出边隔壁。这个牧师真好心，就带这个青年去附近的教会牧师遐拜访迄个牧师，拜访遐个会友。迄种通过牧师的推荐，或者个牧师甲兄弟讲说阮的兄弟开一间什么店伫遮啦，你若有需要恁甲交管家买，互伊这少年人讲生理是万事起头难，互伊的生理会当通过这个正教的兄弟捧场，交管中间慢慢会生理会起色。不过这个牧师带去这个青年去两间教会，伊带这个青年去第一间教会时，等坐落来无偌久，哇！这个教会的干事这个教会中心哪位教会的拢活过来讲，请问恁两位是要找什么人？来，会去打来，我甲你捧一杯茶，互你啉。哇！这两个人坐伫遐教会加一杯茶安尼，互人安尼烧热，安尼就好，安尼关心，安尼问，哇！这两个人感觉心内踏入正教会足温暖的，人有咧甲恁关心。当然，毋是讲爱人特别招好啦，爱人特别安尼抱抱搭搭，是咧讲啥？讲这个教会是充满热情、充满疼的教会，对外来的人客是真要义、真关心真热情的招呼。等这个牧师甲青年拜访这个教会了，去到后一间教会了，同款，这个牧师甲这个青年坐伫教会办公室，伫等待这间教会牧师来接待。当伫坐时，这两个人坐伫办公室，看真侪人入出办公室，入办公室出办公室，入办公室。干两个人坐遐当作空气啦，当作无看到无招呼讲你要找什么人你等者我帮你找。嘛无讲你去倒卖我给你捧一杯茶。甲因两个当作空气安尼，无要无紧。感觉入去正教会。迄个温度，甲整一间比起来，哇！整一间是安尼热情热扑扑，来到遮正教会恁自己无热情无感情啦，无温度，无热情，无疼。这两个人去拜访牧师了，就出来。了解，当然咱毋是讲咱爱人偌好款待咱。不过，咧讲一个代志，一个教会有真正活伫教会真理中间，对伫人的中间发出迄个疼心热情的招呼无？迄温度就会当互感受得到，迄个情形就让显露，这个教会是真正有一个主的疼的教会无？所以了解，保罗先生强调的。伊的服侍毋是用人的外貌，而是人看会到的批信，而是用人的职务来显露出伊服侍品质。伊讲伊服侍将来无需要用人的批来推荐伊，伊更加毋免用伊家己来推荐伊家己。所以，咱知影服侍的品质，就是看你人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信主了，真要紧你生命有改变无？这是牧师所看重的，这是嘛是上帝所看重的。当咱的生命有改变了，咱会得到人的肯定，咱会得到人的尊崇，人的娱乐。哇！某物人，
你信主了，哇，你生命改变了呢，哇，甲过去的你真无共款啦，哇，真正180度的改变，然后这就是见证。所以保罗先生讲，我唔免用这个批，我用这个，恁就是我的推荐的批。来见证伊是什么款的人，伊是毋是真正的使徒，伊是毋是真实的服侍主。所以了解，咱知影，一个教会的确这是叫做一上要紧的一个检验的一点。所以圣经内底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3节来讲，咱做伙来读。恁明明是基督的批，对阮的讲来证，毋是用墨写的，就是用真我的上帝的神，毋是伫石碑，就是伫肉的心碑。所以对这经文中间，咱看到哥林多教会信徒讲对基督的信仰中间改变生命，这改变成做保罗上好的推荐的批。这见证毋是用墨笔墨水墨水批所写的，那是圣神伫因的生命所写的见证。亲像先知以西结，伊讲，伊要用清水溅伫因的身上，因着因此来清气，因着来脱离一切污秽甲恶相。所以先知以西结对当时的南犹太国家的百姓讲啥？圣经来讲，以西结书第36章36章20节咱来读一遍来。我要用新的心修饰你，也要用新的神伫恁的内面，个你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少的心，修饰恁亲像肉的心。所以，咱对这个经文中间，咱看到什么？对保罗的神学的中间的救恩的观念来看什么？以保罗救恩的神学中间来看，迄个救恩毋是甲限于内心，还是精神的救恩。咱是全人的救恩，也意思讲人的心才是关键。人的心才是关键。所以，意思咱知影，伊讲毋是伫石碑，就是伫肉体的心碑。所以啦，毋是用写伫迄石碑顶悬啦，咱是写伫肉体的心碑。这讲的啥？人的心活出来，较是活见证的，较是活见证。写伫石碑顶悬，迄是死的，无生命。就是写伫肉体的心碑，是真实活出来。所以了解，咱每一个人信仰。咱有真实活出迄个基督的生命、基督形象无？真要紧，因为咱有活出来，拢咧显露是咱是毋是愿意降服的真理？毋但降服，咱阁愿意来实践的真理，显出咱对人的疼，对上帝的敬畏。所以，咱拢是一个见证基督的上好的见证者。甲你隔壁来讲，你我拢是上好的见证者。所以了解，咱的确伫咱的心内来刻条上帝话，互咱愿意悔改，互咱愿意改变，通过圣神的开力，互咱实践伫咱的行为顶悬，互咱生命互改变。所以头我牧师讲的，上帝上看重的，就是生命有改变无？生命有改变无？迄是上帝所看重的，嘛是牧师上要义的。所以。咱来看箴言第4章23节，咱做伙来读一遍来。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所以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嘛，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心，你的哈有甲上帝的心连做伙无？有甲上帝连结做伙无？还是你是你的，上帝是上帝的？安尼就做无采。所以圣经内底来讲。我靠基督，上帝有这号的心，这号的信，这号的批，毋是阮讲家己堪得对家己来想出啥物，所以阮会堪得是对上帝。所以了解咱知影，我靠基督，上帝有这号的信，所以了解
保罗在甲咱讲诶，伊诶侍奉毋是出于家己诶侍奉，乃是出于上帝。所以伊讲伊是新约诶职事，毋是旧约职事。这会当讲着啥物？讲着第5节，阮所会看的是对上帝了解。即个讲保罗伊是新约诶职事，伊诶呼召、伊诶性命、伊诶自信，拢伫出上帝遐来。所以伊诶官兵嘛是出于上帝遐来，毋是家己。这甲犹太诶观念差伫对。保罗是这伊继续讲着新约甲旧约诶信仰诶核心诶价值伫对。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毋是文字是心神，因为文字滴到死，心灵滴到活。搁来读一届，以后阮会看得单当新约的采用，毋是文字，是心灵的，因为文字滴到死，心灵滴到活。你讲着啥？伊咧讲着，迄文字毋是文字的，就是讲旧约啊。旧约是凭着文字去执行，是靠律法。靠着行为来行。其实这是有啥物？像台湾迄宗教界的主祭，也是佛教、道教，因都靠行为。我着要做好事啦，做好事要创啊？积功德啦，积功德要创啊？就是要日后会得到救，互因去到因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是通过因的行为，这行为是通过律法来要求人的行为，就是另外一个咱看到，就是基督教讲着好行好是安怎样的？咱看，以信仰顶端咱看，保罗写配合伊有所教的讲啦，像因为恁是伊所正的，是受创造伫基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心备办要互恁行伊的，所以了解咱知影，咱拢是上帝的杰作。上帝伫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通过咱去做，来通过咱的行好来成全伫咱。所以了解，咱也知影，咱每一工拢是上帝呼召咱所做的工。这工是咱甘心乐意所愿意去做的，要见证耶稣基督。因为咱的行好，毋是要积功德，毋是有目的性的，乃是要显露上帝是听，显露上帝的宣传。所以，约翰一书咧讲着上帝是听，了解？这甲格培里牧师格里汉牧师伊讲啥物呢？伊讲，咱若专心听上帝，咱就有容量会听，互咱的厝边真正的听，会伫侍奉顶悬找着出口，并且顺着天父旨意来证实咱对伊的听。所以了解咱知影，上帝爱咱听，是通过咱的行显露出咱是听上帝。咱毋是目的讲要为了家己来做啥物救恩，咱是咱的听，咱的行好是要见证上帝。阿们。所以了解，人也甲伊讲万宗教拢是劝人为善啊。你也讲毋是哦。咱的行好是咱应该做的，是咧显露上帝听咱，咱用咱的好所行回应上帝。当然，万教拢叫人劝人为善，无毋对，不过劝人为善的目的是啥物？是为着要积功德，为着你家己的得救吗？那佛教甲道教是佛教甲道教伊是安尼观点，就是基督教毋是哦。伊讲你行好是要成全天父上帝听咱，嘛要通过你的好所行来回应上帝。上帝，我感谢你听我，感谢你为我定来世界救赎我。当我行好是要回应上帝。我用你安尼听我嘛安尼听啦，毋是为了目的的，是回应上帝。所以了解，这就是
基督教甲佛教、道教上大的差别。所以呢，了解人敢通会当靠着某一个行为，你就救恩吗？圣经甲咱讲，伫罗马书第3章第10节讲啊，拢无义人，连一个都无。了解。即个甲咱讲啊，人无法度靠着好的行为来达到什么目的？因为咱靠行为，咱无法度做到律法要求的100%。安尼既然咱做袂到，咱去讲咱家己做会到，安尼就是安那，显然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但明明你做会到，你敢讲你做会到，你就去白贼。就是你知影？以摩西五经的律法要求，每一个人拢爱照着经典、照着律法一点一滴，拢袂使绕高。安尼你较有人完全律法。就是照人的行为的原则中间，人是无法度完全达到律法顶悬所写的一点一滴。所以照着摩西五经的教示中间来看，你若有这一点点违反着律法的，安尼你就是犯罪啊！毋是讲你100%、99%做会到，安尼就准过啊，你就及格啊！伊讲你若零点1你做无到，无达到律法的要求，是正律法，安尼你就犯罪啊！所以了解咱讲，既然咱都无法度完成伫律法的教示，安尼咱只有伫迄个圣经中间不断去研究圣经的查经啊，啥物，咱是一个变旧约之书，就是咱变一个，甲咱守这外在迄个条文尔，咱实际无法度达到100%的实践律法，安尼咱嘛是有罪人，所以了解。所以伫圣经内底，以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因为定罪这份，既然用光，就递到义的这份，伊的用光搁较充满，因为前所受的用光，为了这个搁较大的用光，就无用光。这句的经文的意思讲啊，使徒保罗讲啊，过去旧的这律法的这首，照着这首我讲过，照着这首律法的要求，用人人性，是无一个人拢会当守着律法顶悬任何的文字甲要求，安尼人就因为安尼受定罪。就是咧，保罗讲新约却毋是安尼。新约是因为人的信来称义，是引带人归向上帝，互人愈来愈有基督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了解，这个常你讲旧约是要求你有100%的遵守，你看人像做你是无做的人，就是人无可能。但你无可能做会到，你讲哎啦，我做会到啦，这叫做假冒伪善白贼。既然安尼，人拢受定罪，迄罪伫人的身躯顶愈来我这个守无着我艰苦迄个守无着又郁卒啦。你一讲到为着你遵守律法，压制你，互你无平安，互你无喜乐，就是新约你讲的，毋是咱因为信来称义，是互人归向上帝，互人愈来愈有基督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了解，这就是新旧约上大的差别。所以，咱看到《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2节到第13节，咱做伙来读，预备来。阮既然有这号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用皮打咱的面，互以色列人袂当注目伫迄个衰退的结局。所以，既然伊经文其实这个经文中间爱去接续头前第12。咱头读的是12节到13节，其实这经文中间，你甲延续伫头前的第11节。第11节你讲啥？若废掉迄个荧光，就去存留伫较大的荧光。讲了，咱看到，咱首先会看到，迄个废掉荧光是指啥物？是指摩西的荧光将要摕去，但保罗强调啥物？
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新约的迄个约是永远存在，迄皮袂无去。所以保罗先生伊讲当时以色列百姓伊的眼睛，伊原看到迄旧约的皮伫伊眼前，所以因呢心内硬心，因无愿意相信保罗所讲的迄个永远存在的新约的救赎的愿望，因依然用旧的观念来看待保罗所讲的，所以因无法度得到保罗所讲的新约救赎的愿望。所以了解，这个主动成做因得到救恩上大的因素。所以咱知影，旧约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当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了后，迄旧约就结束啊。所以了解，圣经内底，伊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0节到第17节讲，大到无论是什么时，因归应主，皮就除去。当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保罗先生讲的，伊用出埃及记第34章咧讲到，迄当时摩西对山顶落来时，摩西将上帝信息讲啊，以色列百姓听了。当摩西咧讲的时候，摩西就用皮放伫伊的面前，互以色列百姓无看到因面顶悬的阳光。所以，当摩西搁一摆入去甲上帝见面的时阵，迄皮搁开开。所以，当伊甲百姓面对面的时阵，迄皮搁关起来，搁暗起来。所以，保罗先生讲，伊用这个道理咧讲着当时的犹太百姓，无人只有人愿意归应主，伊心内皮就除去啊。所以了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信仰。人才当来到上帝面前，心内的皮就除去。咱过去迄个受肉体律法的要求就停止啊！了解，新的属灵的新的生命，律法要求咱做袂到，无毋对，因为咱会互罪受律法定罪。就是当咱愿意归应主的时阵，咱毋免阁受到律法的要求来束缚咱。咱因为信来称义，咱的心内就自由啊！因为信，当你有信来称义的时阵，罪就无受纪念，罪人就无搁受定罪。圣信就甲咱三甲做工，来见证咱是上帝囝儿。所以了解，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皮若无除去，咱继续用旧的皮伫咱的头前，咱就看袂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咱的心中，所以保罗先生伊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8节咧讲，咱来看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8节，咱做伙来念：咱这人下面无打皮，亲像镜倒照入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的神安尼。所以了解，保罗先生讲，当咱甲耶稣基督做伙的时阵，咱会当展开咱下面来看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真侪人拢带着皮来到教会，伊虽然来到教会啊，伊虽然讲我信主啊，我洗礼啊，总是咧，因无将因的面前的皮去掉，无法度对主也得到主的话，得到头发，得到自由。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所以咱服侍时阵，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有一个人嘛做真侪服侍真好，总是真要紧的。咱来把咱的皮去掉，咱就会让仰望主，主的阳光就会让伫因的身躯顶。所以了解，这个皮是啥物？这个皮可能你信主前的过去的观念、过去的行为，当你来到教会了，你若阁将迄过去的皮。过去经验来做带入教会，你是无法度领受上帝真理的，因为啊，未入你的心嘛，你依然有皮搭伫你的头前，你无法度真自由、真自在来领受上帝互你话语的养赐。这皮嘛可能是啥物？就是咱的生命还未改变，
有人讲牧师啊，你知影吼？我生成的啦，我生成就脑空啦，我生成脾气足歹啦，我生成个性足暴烈啦、暴躁啦，你看这，咱咧讲，这就是咱的脾。咱的生命若无将迄脾来摕走，用耶稣基督的真理入去咱的心，咱的心就无法度伫主的面前得到自由，咱的心就无法度伫主的面前得到逃跑。迄个脾就一直成做咱甲上帝中间上大的隔膜。所以了解，咱的确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求圣神你帮助我，互我会当通过上帝，互我的开力，将我心中的罪性，将我心中的罪恶，将我心中的脾来摕掉，互我一项一项摕掉，互我甲主你的关系会阻碍一项一项来除去，我会当真坦然面对主的时阵，对主你领受救恩，对主领受迄个讨伐，对主领受迄个自由，了解，你就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咱常常仰望上帝。咱若是信心软正的时阵，因为咱无够也信心去疼人，互咱有一寡惊吓，咱咧求主帮助咱，互咱疼人的心无够的脾来摕走，互咱心无够硬心。因为当咱看袂到主的救恩的时阵，这会将加做咱的压制，互咱无法度得到主内底自由甲祝福。了解，只有咱的心。甲耶稣基督做伙时，咱才会当坦然展开咱的面，看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真侪人带了脾来到教会，虽然因做真好的服侍，不过若无去摕掉，因的心是无自由的。所以咱正兄弟，咱来帮助咱正人，将迄个脾摕掉，互伊的生命伫主内面真正自由。真正得到逃跑，所以了解。当我听到果然仆老师的见证了，我深深感受了。只有人倒来到上帝面前，当头对面对上帝，只有咱真正将咱心中的脾摕掉，无搭伫咱头前，互咱真正来到主的面前，咱能对主遐得到帮助。互咱的性命变得真正逃跑，所以毋望咱咱来到教会，咱毋是一个社会团体，毋是民间团体，咱是一个信仰团体。所以来到教会中间，咱来彼此相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当兄弟有软弱的时阵，咱来扶持帮助伊，互伊改变，互伊生命改变，互伊脾摕掉。互伊的生命得到一届上帝的祝福，所以有时阵咱讲为人讲话较夸大、虚浮哦。有时阵咱用以主的听中间，咱用主的听啦三宽面，用听三宽面，为着是挽回人的心。当你有用主的听来三宽面时，互伊会当对即个歹习惯来摕掉的时，了解。你就是咧帮助伊，你就是祝福伊。所以教会内底，咱的确毋是甲讲平安就平安，咱伫教会内底的确爱用主的听，讲诚实话，互相宽勉，互相扶持，互咱每一人心中迄脾摕掉，互伊的生命无阁有迄阻挡伊甲上帝直接领受的祝福，迄个因素甲摕掉。有人讲，牧师啊。你讲道吼，讲话速度上紧，咱每一句拢念做伙。阮上要认真听，拢听无啥有。即个兄弟定咧用疼心咧讲诚实话，咧甲我讲的时阵，我不但无受气，我阁真多谢伊。为虾米？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盲点，看袂到的所在。通过伊的指点，通过伊的提醒。互我讲安尼好，多谢你。后回我讲道吼，我着爱讲较慢的，了解。这就是以主的听中间，以主的基地中间，互相讲诚实话，互相帮助。当然，除了这以外，咱心中嘛有足侪
咱的罪性、咱的老我、旧的性地，伫咱的心中成做咱的癖，搭伫咱的头前。求主帮助咱，互咱三角同心，通过圣神，通过上帝真理中间去掉咱心中的癖，互咱伫主的内面真正得到讨饭甲自由。咱三角同心压头祈祷。是阮听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保罗先生伊的批信中间，互阮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因带着过去旧约迄个癖伫呢面前，互因无法度直接对主耶领受上帝话救恩甲圣神的开力。主啊，阮相信，阮来到教会，阮毋是伫教会中间嘻嘻哈哈。你兄我弟，阮是要同心同齐来追求信仰，互阮的用信仰、用听、用真理来三扶持，互阮的教会众兄弟会当活出上帝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互阮真正去体验着，当阮信主了，阮的生命有改变无？因为阮知，阮的生命改变无，是真做阮见证上帝上好的见证者。恳求你是阮带领阮的友情教会，阮同齐服侍中间，来看见上帝你的祝福临到伫阮众兄弟。阮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是咱的银回应诗535首福音精声咧大谈，请起立来吟。前海甲前山，无断地球欢喜消息，每每受所的甲我，上帝将道是命，就是世间漫难，辛苦救主无论啥人。为的愿望我稳当，好见证是当，万个前海甲前山，好见证地当，好见证想要得到。应该尽心世纪行，那么反悔要变全，阮若拄着大惊惊，无草无全生命，无伫后地之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下。行了拄着大灾害，好认真是当，看到前海甲前山，好认真彼当，好好去好好地甲我，好认真谁有得请。咱应该来救恩，无伫体是主的恩赏，无伫看见主的恩，我是我命的命，有志深深的谦卑，做我识对亲像主啊。我为世靠背那些，好认真是断到前海甲前山，好认真地当，
福气好好你甲我。这是咱的公道。咱这是参加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恳求圣神帮助咱。咱拢心中有一个软正的所在，迄软正可能真做阻挡咱对主领受迄个灵的自由、讨房的自由。求主对咱心中来去掉迄个癖，互咱会当直接领受上帝恩典。求主帮助咱，无看见迄个软正，反倒咱勇敢面对迄软正，靠着信心来改变，成做新创造的人。咱今日是国内外宣教主日，咱教会今年有要派出几队的宣道福音队底选去到外国传福音。特别我知影，目前咧筹备7月初1到初9要去印尼短宣的这服侍。咱三家为着这个时间来祈祷，无论是招募，无论为着这个短宣队的经费来募款，咱通求圣神来充充足足赏赐咱的中间，互咱会当不断来派出咱的兄弟去到外地来传主的福音，亲像咱头仔念的诗歌共款，福音声咧大谈，互传到正海甲正山，互上帝福音来讲传，互人听见福音，迄心中的软正旧的癖来去掉，得到上帝的救恩。咱三工举起咱的双手，为着咱的软正，咱来祈祷，求上帝除去咱心中的癖，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同心为着宣教的事工来奉献咱的时间来祈祷。咱大声喊三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说，阮伫主面前来祈祷，主愿知阮的心中，拢阮的软正，阮的癖，以阻挡阮对主领受的救恩，领受自由的讨房。主啊，恳求你施恩锻炼阮，听阮祈祷。主啊，你帮助阮，互阮的软正无成做阮对主领受的救恩甲祝福的信心，互阮的生命不断的我靠圣神的规律将阮的癖来去掉，互咱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成做新创造的人。主啊，阮今日是为国内外的宣教的主日来奉献。阮知影，阮今年教会咧派几队的底选去到国内外的传福音要做工，迄个地方有百姓要通过阮的所服侍，要看见上帝主的救恩临到伫阮的百姓，互因听见福音，互因来悔改，互因心中的癖来除去，互因对主要领受自由到他吧。因为知影对主伫对道自由，主伫对道讨房。愿上帝你施恩锻炼帮助阮，互阮会当通过上帝主的话，成做阮的帮助，通过阮对宣教底选的队伍的支持甲奉献，互阮的教会会当不断为主你做工，来应用你，愿上帝你施恩锻炼。天父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将教会众兄弟同心敬拜主，同心来听起今日早起上帝你对阮讲的话信息。主啊，阮每一个人心中拢有迄个软正，拢有旧的性地、旧的个性、旧的价值观，迄就成做阮甲上帝之间阻挡阮领受上帝祝福的癖。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听阮祈祷，恳求圣神授赐阮开力，互阮面对阮的软正的时阵，阮无闪避，阮无逃避，阮会当勇敢面对阮的软正，我靠圣神的规律来除去阮的心中的癖，互阮会当对主耶领受自由，对主耶领受讨房，因为阮知影主伫对道自由，主伫对的讨房。愿主你圣神听阮祈祷。主啊，今日是阮国内外宣道主日，阮友商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愿意祈祷的教会。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众兄弟，看见阮不断派底选，不断咧做幸福小组，这个福音的事工咧做工的事。主啊，你帮助阮，互阮众兄弟会当踊跃
来参与伫这短宣的祈祷甲奉献，互短宣的队友都有充足经费来参加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互阮无论去国内外传福音，互迄个所在百姓拢会让听见福音，心中的皮就起拄起，互因听见福音，心就对主啊领受自由，领受逃放，互因伫遐得到救恩。主啊，恳求你收阮带领听祈祷，互阮的教会以主面前蒙恩，互阮所传的所在嘛蒙恩，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咱闭眼心，嘛那请咱即事来收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诗。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互阮自农工商有得到火柴能力。主啊，这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主啊，阮求你使用这个奉献，伫国内外宣道的事工的当中，不管是短宣还是长宣，互阮不管是奉献阮的金钱，阮嘛奉献阮的时间、阮的才能。主啊，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生活当中，嘛会当真做你福音的勇士。求你的圣神，你亲身赏赐这个才能，甲充满伫阮的当中。愿你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祝祷，咱请阿牧师。咱同心领受对上帝遐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闭会。